进，陈华爷，报告在这里啊，你可以看一下了。酒精的话是20.3毫克每100毫升，他血液里面是没有检出的毒品的。那根据当时酒吧监控来看，他这个是没有其他人对他进行劝酒和过量饮酒的行为的。他这个酒精含量只有20.3，劝民众啊喝的确实不多。喝的确实不多，从这个9.51他就开始牙疼了，看这个已经扶着头了，很不舒服了。这个时候就开始往下，往下低着头、垂着头了，是吧？对，很不舒服了。这个时候就没了，就倒了。一下子的事情。对，从我们刚刚看牙疼的时候是51嘛，到现在54，很快3分钟4 3分钟就倒了，就失去意识了。在场好像是没有这个急救相关方面知识的人。如果非专业人士呢，就尽快拨打120，在120的指挥下采取一些必要的抢救措施嘛。在我们法医的那个非正常死亡现场勘验过程中呢，心源性猝死是非常常见的，死亡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迅速的。其本质的话是体内疾病爆发导致的一个死亡，有很大的一部分猝死的话是存在诱发因素的，包括情绪的剧烈波动，比如说狂喜啊、狂怒啊、哀伤啊。一旦发生了心脏停泊的情况的话，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。如果心脏出现停泊，必须进行及时有效的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，才能挽救生命。回到所里后，我们将法医的鉴定结果告知了家属，说明了相关的情况，并且开具了死亡证明。对于鉴定结果，家属表示没有异议，但是他们认为当时和死者一起饮酒的几个朋友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，这就属于民事纠纷的部分，所以我们让住所律师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。